来1、2、3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组蓝调樱花的拍摄技巧。从日落前半小时开始拍摄，这个时候如果不补光，拍出来的画面很平很暗。在正面打一盏灯，可以把人物拍得清晰明亮。还可以把灯移到人物的侧后方，拍出来的照片更有氛围感。这里使用的是金贝 EF40BI， 造型复古还有冷暖双色可调。天黑后我们需要打2盏灯，一盏打亮面部，一盏打亮轮廓。面部这里用到的是金贝 JL100，100万的功率，搭配手柄电池可以户外使用。EF40BI 配备 TIR 透镜，可实现4倍亮度提升。这时蓝调时刻出现，天空呈现蓝色，就能拍到这种梦幻唯美的照片啦。